进前的东港陆续做中国间谍泄露赖清德做副总统期间的行程等机密，今日审宣判罪行拢变轻，甚至有人该判无罪。为了防止毒品，行政院提出军械防治修正草案，限缩那种有电子烟直接没收，上济罚10万，也若早日警上当罚100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含西南风影响，双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传出淹水灾情，有一寡所在较严重，甚至是消防人员爱来解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民进党进前的东港沦落做中国间谍，受中共指示，泄露赖清德伫咧做副总统期间出访行程等机密，一审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定罪，判4年到10年不等。那在今仔日二审宣判，这4个人罪行拢变轻了，变作是6年到3年不等。其中呢，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助理何仁杰是该判无罪。牵涉强谍案，昨摆接受审问，民进党4名前党工被控受中共指示泄露赖总统伫做副总统时期有帮的出访甲选举的行程正机密，一审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正罪判刑4年到10年。在上诉了后，准二审判决出炉，该判黄楚莹6年徒刑，民主学院前副主任柯世元判刑5年，副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吴尚武互判3年，前外交部长吴钊燮助理何仁杰该判无罪。从黄姓被告跟何姓被告的通讯软体对话内容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平常没有任何特别的联系，也没有任何相约会面讨论交付情资的情况。何姓被告平常负责的业务范围与外交相关机密文件无关，无法证明何姓被告有接触到这些外交机密的讯息。除了何仁杰互判无罪以外，另外3个人刑度变轻，重要的所在是伫合议庭，重新认定3个人部分缓刑的程度。黄楚莹、柯世元敢若构成试探，毋是收集机密；吴尚武是泄露，无到交付程度。加上黄楚莹回团的袂少资讯，只是伊对公开的政府公告甲新闻稿整理编编倒倒的。毋过，因为着领到更加侪经费，奉行家己工作成果，甲何仁杰包装诚侪资讯来源，讲家己伫台湾的人脉甲能力有偌好。对着这专案，高检署是讲，会建议是不是要搁上诉？他收集了这些活动之后，那当然他就有可能会想要去进行一个骚扰、去破坏，来让我们台湾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交往没有办法顺利。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要做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法治，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对某些涉及机密的人员的考核是非常重要的。对军人大小媒体，接骨到即摆，民进党前东港案件不时来引发强烈争议。对于对方的威胁，除了法规面爱完善，相关人员的查核制度爱更加加强，才有法度来防堵中共的渗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陆委会有统计讲，中国对台湾的跨境镇压，这数量已经超过100外例了。这对象呢，包含着企业官员、民意代表，甚至是到个人拢有。这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也特别警告讲，7月初一开始呢，台湾人去到中国的风险可能会再增加。另外，台湾一再强调讲，这中国的旅游业者想要申请来台湾探路草，就要透过观光小两会来沟通，说因为对方拢无回应。最近呢，这中国的探路草团陆委会也驳回。第10会了后，中国宣布10项对待措施，其中是包括推动开放上海市和福建省的居民到台湾自由行。但对咱国正一摆讲，中国迄边的旅游业者申请来台湾考察进前，应该先透过观光小两会来沟通，因拢无回。最近因先行团的申请，陆委会拢甲驳回。陆方这边是直接请我们这边的2个团体，然后来办这个踩线团的事情哈，那对不起，我们恕难配合。国台办嘛讲是小两会法院是伫9日共识的基础上签订的。刘文杰指出讲，两方这侪年来签订的协议拢无政治前提，小两会是希望协商事务性的问题，呼吁中国莫搁阻碍两方的观光交流。不过刘文杰嘛警告讲，个人去中国的风险伫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初一实施了，可能会搁增加。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法律概念，民众没有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那只能够自我审查。就算没有这部法律，中共也是可以用任何他想要用的罪名，都可以按在你的头上。另外，对往来涉客销售的议题引起讨论，刘文杰是无国家评论，行政院是提示讲，中国是真无稳定的市场，会持续辅导农民往其他的市场发展。
不只是凤梨世家，凤梨过去呢也是被中国突然就禁止了，像是石斑鱼等等。农民朋友需要的是长期的、可依赖的、可合作的贸易伙伴，才能够稳定我们农业的发展，才可以稳定农民的收益。从111年到114年的这个期间呢，已经累计废园556公顷。农业部说明讲，最近几年是鼓励往来适徛废园和专作，嘛持续以多元的方式来辅导农民，无希望因为市场的缩减，也是袂当有机开放，只系一个大一个小的因素，造成农民的权益受损。记者综合报道。国军的备战操演来到第4天咯，这第3作战区今仔日桃园机场连外道路，说阻挡设施无机组织敌军，也若有2台 M1A2T 的战车也伫现场比起来执行临战训练。也若讲到这美国的国务院、农业部、商务部，搁再联合写配互各州的州长和企业，鼓励进一步扩大对台湾伫咧贸易、投资、观光等方面的交流，也强调讲，若准有中国大使馆伫遐主动上空上芳，会当甲国务院汇报。伫桃园机场另外道路上，驾驶3道防护关卡，马上甲大型铁丝网搭配更气味，加向美国买的艾斯科防具公司模拟阻止敌军进犯。用这个障碍物就把敌军阻挡不是，迫使敌军往两边的道路转进。看到这个障碍物的2侧，其实是我守军的猎杀区。陆军500输入的2台 M1A2T 战车也现地暗号执行临战训练。国军随备战操演进入第4日，防地做红色海报的台南起手海报4个位，实施作战演练严正应变能力。面对中国海警、海巡船舰最迎接侵挑咱国东部海峡，总统府专社会防卫论胜委员会也以中国干扰海上交通甲运补的高强度协调做岛定推演，建立与商货船的沟通机制，在相关情境中维系双向沟通，并通报应避开的水域，以降低船舶安全风险，对维持能源与关键民生物资稳定至关重要。当带团访美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美当时间离时拜会美国国会，甲7位民主党籍参议员会谈。参议员会后透过联合声明，呼吁川普政府两早通过140亿美金对台军售。伫欢迎酒会，也有33位众议员出席，包括众议院务议长佩洛西、国委会院务主席麦考尔等现跨党派挺台。This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no difference of opinion in the House and in the Senate, as to our support for Taiwan. 韩国瑜做比如，台湾伫国际上的处境是这个当恋爱袂当结婚，反正美国继续支持台湾。拄好美国国务院、农业部甲商务部，佮联合致函予各州州长甲企业，鼓励进一步扩大甲台湾伫贸易、投资、观光等方面交流。佮表示相关合作符合台湾关系法之下的美国政策，也特别提醒，若中国大使馆有想要做了施压，会当直接甲国务院联系，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新北地检署侦办连锁医美集团爱妮的偷窃案件，今日终结咯。依照呢偷录性影像至少性剥削等罪嫌，甲7个人起诉，目前有99名受害者，其中有4个是未成年，检方具体求刑是9年到14年不等。台湾连锁医美集团爱丽的，第5月时阵是标出店内的烟雾侦测器是疑似有装偷窃的摄影机，甲查某人客偷窃，检警接到通报了，遂开始搜证搜索。区地集团的总裁熊如山等人到案，发现案发了后，设备上是听熊如山的指示，甲这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拆除炸走袂净。5专案终结，照不过偷录性影像、疑似性剥削这罪嫌，起诉涉案的7个人，依法提起公诉，并就其中常姓等5名被告分别求处14年至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检方批评熊如山等人是严重侵害隐私权，糟蹋医疗伦理，对社会大众的基本信任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犯后积极的灭证，态度是真恶质，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对熊如山具体求刑14年，总经理刘精华13年，特助张元玲12年。设备上只金兴和洗出来会计拢逢求刑9年。不过被害人普遍拢认为求刑伤轻，无法度接受。有调到我的更衣照，全裸的那种，就觉得很恶心。我觉得14年真的太少了。你不确定你那些影片有没有被盗用？我没有办法接受说你没有让病人或是客户就是知情同意的情况之下，你居然就是有录音，只会跟你讲啊，那是因为我怕医纠，然后有很多贵重的雷射套都在那一间，所以才会装监视器。
检方即摆侦查的范围是包括台北、松江、新北、新庄、台中、中德等7间分店，查出99个被害人，其中有4个未成年，所罪并罚拢总涉犯164罪。另外，还未侦结的部分会继续来侦办。大概有800人要提起集体诉讼，后续有跟行政院的消保官去做对接，他们也有在这个线上做一个正式的表单，有70几个人去填写这个表单。面对被害人感觉真无助，当初徛出来斗相共的律师已经和行政院消保会来联络，消保会已经建立申诉调解的线顶申请网页，律师呼吁被害人会当去网络登记，也提供免钱公益的法律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会今日通过刑法定修法草案，增加毒驾酒驾的累犯再犯者袂当加刑。另外，依托米子接用这电子烟的类数，行政院也提出危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对本地规定使用限缩到若准有电子烟就直接不收，而且重罚10万块。若早入境呢，上重会当罚到100万。相关的草案后续会交立法院审议。嫌犯走到无尾巷内底，警方随牙签甲人压落来。2时半暝，新北路口一台轿车，外互警察查问，也使互警察入，尾2个查甫人拢互抓起来，车内也超出3种毒品，总共82公克，而且涉嫌食毒赛车。为了阻止食毒赛车、啉酒赛车一直发生，行政院25条管驾驶标准，伫刑法第77条增订，袂使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底，搁再犯的袂使驾驶。如果他是在新法施行前曾经判处死刑，确定那后来经过这个救济程序，经过法院撤销改判为无期徒刑或逾10年有期徒刑者，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原则上就是适用新法，让他也不得假释行政院会进行调管食毒赛车刑期，也过立委讲，食毒赛车弄死人处5年到12年，10年内底佮食毒赛车弄死人，相关应处无期徒刑，是不是在真正阻止？第2次撞死人才最重判无期徒刑。没有死刑，这样合理吗？具体的个案，如果说毒驾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把人撞死了，这是直接进入到杀人罪了，这个会判处死刑跟无期徒刑跟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这部分实务上已经有案例要判死刑了。另外，由宋氏烟弹依托米子藏伫电子烟内底事，行政院提出危害防治法修正案，建立刑法甲行政法相残机制。立委建议应该研发更加精准的快速体检工具，抓入食毒赛车。针对刚吸食不久、还没有发作，甚至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试剂敏感的门槛的时候，可能会变成漏网之鱼。那针对这部分，我们警政署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就是即便他刚吸食，如果原检有发现毒品的话，我们还是会请他使用脱筛试剂。上游源头阻断的部分，针对制造跟输入是纳入刑法化。除了不得持有之外，加定了没入，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持有的时候纳入这个行政法，最高可以罚3到10万。这摆修法头一摆甲持有电子烟纳入法则，也若考虑电子烟伫部分国家属合法产品，规范也参考非洲 DJ 的防疫税法，早入境相关处100万块罚款，若1年内底搁再犯，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也是并科100万块以下罚金。此案会送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拜四宣布，6月30开始实施2项驾照新制度，驾照也有这驾照呢，拒绝检测吊饰绕跑灯，严重违规的高风险驾驶会互人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若停考驾照进程呢，就要完成驾训课程。另外，7月开始呢，这汽车驾照的笔试改做50题的选择题，也会增加5题危险减低影片题。驾驶强烈反抗，警察也请甲伊压制。这是6月1日伫新北市中和涉嫌食酒甲食毒赛车案件。根据警政署2016年1月到5月资料，食毒赛车有6730件，若食酒赛车有22855件，其他佫拒绝检测、吊饰绕跑等等严重违规的高风险驾驶。拢会互人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交通部拜四宣布，针对这的危险驾驶，为6月30开始实施加严的驾照管理措施，要强制完成驾照班训练课程。这个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这一个报考。交通部表示，这严重违规，驾照互人吊销、禁考超过3年的民众，因为长时间无赛车，风险应变能力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上课。
若无按照规定，就赛车上路，不管有驾照无驾照，拢会罚6万块。另外，这月份要去考汽车驾照的民众嘛要注意咯，笔试题目嘛有改变。那个在题目里面增加鉴别度，包含一些观念嘛，一些法规拢跟以前不赶快呐，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些题目的调整，引导大家有更新的防御驾驶的观念。交通部公路局表示，未来驾照的笔试全面改做选择题，考题嘛为原本40题增加到50题，头摆增加危险监知、情境影片题。交通部表示，希望透过新制加强驾驶的法规认知、风险辨识能力，才能减少交通事故几率。记者郭金勇、林孝凯台北报道。警方抓到一个越南移工卖毒集团，这移工借人头伫台中太平租一个路营区生产毒品。警方也查到真侪毒品含工具，有抓到4个人。刑事局和台中市保安大队特勤中队的警察手举盾牌，加盟弄破冲入去。因接到消息，台中市太平区一个农营所在，内底有毒品加皮包的分赃工厂。警方入去室内，发现嫌犯正在开毒品的 party。33岁越南籍姓黄的查甫人，原底是咧做讨海的渔工，和其他3个共乡的渔工，用人头做废弃的农业区，正做毒的所在，搁卖毒品予越南籍的渔工。刑事局今年2月去农业区和嫌犯细处的所在敲找，拢总查到2256包的毒品加皮包，34包其他名，10包安非他命，还有分赃的假尸。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越南籍的范闲伙同同乡共犯，利用人头租赁废弃露营区为据点，从事开趴、毒品、咖啡包分装贩卖等，且未规避查缉，仅贩售与越南同乡。经查该场域未取得录音厂登记，中市府录音厂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如有查获确有经营录音厂之事实，或土地使用及建筑物未符合相关法令，由主管机关依相关法令办理。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这个农营所在无登记，后续会联合稽查，确认是毋是有经营的事实，土地建物是毋是有符合法规。记者综合报道。拜二下晡，彰化溪州的中山路呢，有一台大货车凶冲到对向的车道，弄到人家厝，车才停落来。警方有甲一个驾驶做毒品快筛，确认讲伊是有食毒的。伫咧车顶也抄到毒品含解过程，目前这个驾驶呢也防收押了。大货车驶伫车路，唔知影什么原因煞失控，驶位对面车道，伫车高冲起弄面体，车顶载的大型纸管搭甲规涂骹，面体外口轿车甲铁门嘛弄甲密密麻麻。代志就发生伫拜二下晡，彰化县溪州乡的中山路，附近民众听到车祸声音，拢窜一条。在里面是听到突然外面有声音，就跑出去。当时他在车上没有下来，他看起来好像有点人不太舒服。内底规个乱糟糟，司机伤含啦，你哪有人咧弄这型的？车挡在厝，即嘛嘛有代志，安尼看偌含。警方赶到现场处理，除了姓陈的驾驶受轻伤，加在并无其他民众受伤。警方嘛对这位掠水驾驶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搁伫车内超出依托迷失分段，将安非他命的用具架改做手枪，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警方现场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初步快筛呈阳性反应另目视车内发现有疑似改造枪支依托米纸烟弹及吸食器等证物那依法查扣并送验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毒驾等罪嫌重大，并有再犯之余，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察官侦讯了后，认为这位姓陈的嫌犯涉毒赛车，而且涉嫌违法藏手枪，有公共危险的顾虑，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也伫拜三暗时裁定收押。检方表示，毒驾对社会危害真大，为5月中到今申请涉毒赛车的疑凶性羁押已经有36件，裁定收押，会继续严格掠毒驾，保障民众性命甲财产安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搁再甲咱的观众朋友提醒，这狗仔、猫仔会伫咧外口流浪，拢是人类造成的，因毋是野生动物。来看这台南柳营路2段昨暗要到9点的时阵呢，有一个民众骑乌托邦去弄到熊冲出来的浪动狗仔，摔甲真严重，落尾这个民众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
救护人员一来到现场，赶紧检查奥多拜技师的状况，连过路的技消人员嘛停落来斗相共。二是暗时，一名奥多拜技师经过台南纽约区纽约路2段，想要到技术弄到向横撞出来龙洞狗，造成技师规个人挂车全摔出去。机车驾驶人头摔打后头部受伤，经送医仍宣告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与调查。事故发生了后，台南市动保处随派人到场巡查，找找迄只掉失的狗啊，不过也未抓到。因为是撞到一只冲出来的大白狗，撞到的时候，那一个人就直接就是甩出去，就滑垒这样子滑过去。很清洁对啊，都它5-6只左右啊。数量大概5-6只，都比这多年。找过去啊！狗是撞到了，但是现在还找不受伤逃走了，但是现在也想找一下那个狗的状态啦。因为正常来讲，这边的居民啊，如果有那个通报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来处理。龙洞狗造成事故，过去嘛捌发生过。不过台南市目前收容所大部分拢已经客满，动保处先加强巡查，上时嘛呼吁饲狗的人莫黑白甲狗仔放伫外口，爱离重要的交通路段较远咧。新营分局嘛已经介入调查这件死亡的车祸，进一步厘清车祸发生的详细经过，甲肇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头拄迄条是看到这龙洞狗伤害到咱人，这条呢是龙洞狗伤害到野生动物。这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对2021年开始追踪10只拉里亚囝，记录到有6只是互龙洞狗咬死的。动保团体就讲呢，目前各县市管理龙洞狗的方式拢无共款，因呼吁中央就要建立一套下县市的管理机制来处理龙洞狗的问题。拉里是台湾第2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不过却常常撞到龙洞狗的威胁。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长期伫台南、甲高雄山区追踪拉里，发现今年4月、甲5月接到通报去的2只拉里仔囝，伫6月20信号拢出现异常。研究人员伫现场发现有狗仔的脚趾，研判2只拉里仔囝拢互龙洞狗攻击死亡。小只穿甲有大概10只，到目前只有2只有活下来，那其他的都在。要么其他有少数的失踪，或者是网区缠绕的状况，但另外有6只都是在不同的这个时间跟地点遭到这个流浪狗的攻击致死。研究团队指出，为2022年到今追踪的10只拉里仔囝，有6只确认是互狗仔攻击死亡，占追踪个体的60%。因认为这不是个别的案件，是反映青山地区野生动物常常受到狗仔攻击的警示。动保团体指出，政府去年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正案。禁用手夹，不过龙洞狗伫山区四界走，就拿像是山顶档的手夹，对拉里就好等等野生动物造成真大的威胁。我们就称之为就是放任移动式的捕兽夹。好，捕兽夹其实在2025年去年就已经全面禁止了。那移动式的捕兽夹呢，越来越猖狂，范围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那他跑到台南市，那台南市可能农业处，那他跑到高雄市，那就变高雄市，那所以。一只动物它不会知道说它跑去哪里了，所以这个跨县市、跨单位这个治理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动保团体呼吁政府应该修动物保护法，推动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建立下县市生态合作的治理机制，避免行政区界线制做保育制度的空棚，才会当减少野生动物的伤亡。记者郭清王志光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受到这风台美克拉上北方面接近，和西南风变强影响，今仔日明仔载雨势拢落真大。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屏东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那湘北地区呢也上无有230毫米以上，一寡所在拢伫咧淹水啊。明仔载这时呢，南部地区继续落雨，就要等到29过后，天气才会渐渐稳定。早起大水雨是一直落，台北市内湖路3段、文德路才路大，大路变最小黄河，骑车的人只好用脚的，也无法度来骑。附近的店头也因为淹水，无法度开门做生意，真辛苦。刚才已经到这里了，赶快跑了。那么高，现在再回来了。文德路灾情有点严重，姚民意代表赶紧来勘灾，现场是乱糟糟，水提起了后，涂骹是真侪烂土霉，民众赶紧甲土水扫出去，大家赶紧来拼厝内。早餐店最重要的就是食材呀、食材淹了啦冰箱也坏了啦。
台北市消防局指导破案，内湖区真侪所在积淹水的情形有淹到50公分才悬，有的徛架也淹水，消防局赶紧派人去处理。我们现在人员已经在抢救，然后去做各户看人员有没有受困的部分。那目前我还在持续进行中。大雨一直落，新北市在前也未少，甚至福德三路一个暗坑，因为第一时间来落大水后，积水真紧，一台乌色的迄路车经过暗坑时掉伫内底，水淹到强要过车顶，场面是真危险。淡水文化路加新生街路口发生路边破去情形，因为大水加路边拢冲歹去，较低所在积水有30公分才悬。第一时间落大水后，造成内湖是大淹水。台北市长蒋万安2号下晡进驻灾害应变中心，并且甲灾害应变中心提升真侪立即来开设。台北市委也宣布讲，徛架淹水50公分以上、100公分以下，1户罚款1万；100公分以上，1户罚款2万块。我们也会持续的通过各项的邻里系统，包括民众自己在防水栅栏的装设，基本上也都有补助。随着比起他风台外围环流，后面这群也阁有西南风增强影响，2号全台湾落雨真明显。气象署早起启动较大规模，也是较剧烈大水后的作业。根据气象署统计，总计到下晡晚4点为止，累计雨量排名前20名拢伫屏东县，依规是屏东顺利有553毫米，贵阳美浓也有441毫米。另外，台南、南华、台北、内湖、新北14个所在，累计雨量拢超过230毫米。气象署提醒讲，2号暗时到2日，关系真个落雨的时期，规个西半部拢有可能会落大雨到大水雨这情形。屏东的地区呢是超大豪雨，这个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等级。那其实像是高屏的这一带也是大豪雨的等级，24小时的累积雨量可以来到350毫米以上。气象署讲，随风面慢慢扫向北平，礼拜开始，这个雨势较低。不过西半部以外会有阵雨，也是雷雨。东半部是午后雷阵雨为主。下礼拜1、2、9，随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台湾天气会慢慢来稳定，落雨范围甲强度拢会减少。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外围环流加西南风吹入来，屏东对2号半暝就开始变大雨啊！外头的时阵呢，真侪乡镇的雨水量拢超过400毫米。县政府就今日宣布，下晡2点开始呢，规个屏东县是停班停课。不少家长呢是赶到学校的载囡仔，就让员工呢上过慢宣布啊，造成困扰。伫头拄下已经宣布讲，这屏东县明仔载有关是停班停课的。车道变河道，就是这个海风外环道。大雨落几天，水头白富，屏东海风外环道淹甲亲像溪仔共款，轿车过一台吊一台，出动拖吊车来甲车吊走。因为风台甲西南风吹入来，屏东县到中昼进前，真侪乡镇的雨水量都已经超过400毫米，四界拢传出淹水灾情。县府紧急宣布下晡2点全县停班停课。有家长讲，透早真无简单，才甲囡仔载去学校，即阵又搁爱冒险去接囡仔下课，真正困扰。都很怕那个车子会突然熄火。真的哦。因为水淹得很高啊。是哦。不是啊，昨天晚上就开始在下了啊。管理在做什么？会不会建议说以后提早宣布啊？这个没办法了，这个配合就好了。下午的2点，大家停止上班上课，那这中间让这个水退一点，整个交通的这个方面不会受阻，可以比较好通行，然后大家再安全的回去。天气黑暗算下晡才停班停课，造成民众困扰，县长嘛会失礼。因为屏东真侪所在拢也搁在淹水，其中联络搁在市场附近上深的所在淹甲腰遐悬，附近有侪伙人受困。趁下晡雨转细，消防也赶紧用手冷船入去救人。啊，无倒出来。到对啊，水到巴肚。我入去的是到这，出来，出来可能到腰啊。哦，屏东的雨也是一阵一阵，到下晡5点，全国雨水量头10名拢伫屏东，上济已经超过550毫米。其中东流线交通船嘛，因为东港溪涨水，造成港内水流未稳定，各有大水查影响开船。船公司宣布礼拜5全面停驶。记者郭明哲、柯家खु用屏东场报道。来看这台南华的中溪里、西部里，就民众因为这雨伤过大，溪水规个是涨起来，淹甲满世界。消防人员呢，就要用这绳仔甲人救出来。那高雄的产业窑水淹起来，有12个人无法出入，徛架也失电。市政府是出动手冷船去解救，目前先提供因发电机，也请台电赶紧来修理。
消防人员一前一后一抢换锁锁，一手掠安手中的塑胶箱仔，互送坐伫内底的查甫囡仔脱困。2早起，台南山区出现明显雨势，中溪里部分地区把水深200公分，市区位的民家厝伫水几人受困，台南市消防局甲设施啊协助民众脱困，也用塑胶箱仔救生艇救援受困的民众。原本住户是想要把他的小朋友背在身上做安全性的撤出，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场发现。雨势虽然已经有比较退了，但是它地板还是非常的泥泞。那我们在专业的评估跟他讲说，还是有一个保护装置，对小朋友是比较安全。落雨造成台南市南化区中溪里、地部里拢有民众受困，应变中心提醒会议立即开设。积水的状况也出现伫高雄菜寮。全世界也有民间的地下室浸水，去罗埔基山的道路也封闭，搁较早进前。菜寮区美罗桥因为溪水涨起来，桥面和拖沙水引起畏悬的所在看，会当发现第四界所在拢是拖沙水，造成当地4户52位民众受困，也面临停电的困境。没有强制这里，因为这里并没有发布这个直接军舰，并不是10几户，这户严重较严重。高市府评估唔免强制撤离，已经请消防员以救生艇用发电机救援。但因是强管护护高雄、屏东、台南都有民众因为积水受困，无稳定的天气也未结束，民众都爱设立防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阵大水雨是落甲心焦糟，这高雄的南华社、桃园、甲仙、六股、茂林、美浓、基山、内门、三拿、田寮，明仔载是停班停课，是因为今仔日呢，这大水雨已经造成严重的灾情啊。停伫路边的汽车，在车头伫要互淹去啊！四个也是分别出倒位是水沟啊，倒位是路。高雄美浓顶遮侪所在地是半暝开始落大水雨，美浓大排的水沟啊，因为水尾水路较下袂赴排水，如果早起直接满出来，大水淹过残含路，连铁皮厝拢直要规个淹去。我就要确认，因为现在我们没有接到求救的电话。下面那个水沟太小了，这个水沟啊，上面有整理，下面没有整理啊。基边一度差不多拢变做雨路，受到比克达风台往北风面挖过来，含西南风的影响，基山一直到早起，雨势拢遮大，雨一直无停过，造成华兴街中淹水是淹到脚头湖遮尔悬，连厝的地势较悬的住户拢较紧开始藏洪水的洞门，地势较低的透早就开始淹啊。4点外就开始爬开搬物件安尼，会使藏悬的就甲藏悬安尼。昨暝12点开始落到降时，已经排袂离啦。落大水后造成袂赴排水，基南2路、中州路顶真侪路段拢出现做大水的情形。真侪骑奥多巴的烦恼讲奥多巴入水会歹去，路车用摊的。大规模的大雨，互基美地区中昼开始就紧急停班课，无临下晡4点开始停班课。基山国小中昼是一队来接囡仔的家长。情况就临时要通知家长，所以我就很赶。对啊，还好啦，就是平安就好。就是突然通知那个雨下很大，然后要接小孩啊。今天刚好就是有空带他这样子，对，要不然本来是要安心班。到下晡4点为止，美浓单日累积的雨量已经来到448毫米，内门含基山嘛拢超过400毫米。大水雨是造成内门高碑溪水熊熊淹起来，淹过车路，而且水势是流甲真紧，互赶上班的民众中因为安尼受困，一直以关岛嘛因为土石流封路，好在在目前为止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花莲这万里客崩山潭，因为当日落大雨，真有可能就会填出来。林保署发布黄色警戒通知，县政府也成立2级灾害应变中心，已经要求万英乡和凤林乡的保全户大声撤离。因为万里溪崩山河随时拢有可能溢流，会受影响的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今日中昼12点了后就停困。工作人员甲办公室重要的器材甲物件拢包起来，园区内面的住户嘛准备撤离。东西把它垫高，学生像药啦那些有需要用的，是用需要用要带带到我们中山堂去。中山堂嘛哈，大约会收容多少位的一个我们生容里的里面？20几、20、30个头。20、30几。林保署早起8点，根据中央气象署公布的雨量，发布黄色警戒，48点钟内有可能放弃溢流。累积雨量超过54mm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那个蓄满溢流，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依照那个中央气象署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定量雨量的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样的值是72.5啊哈。
花莲县政府收到通知了后，二级灾害应变中心嘛紧急成立，搁针对水尾，互人位于受影响范围内的万英乡、万英村、红林镇、松英里、长桥里、红信里、山兴里发布特例的通知，尤其要注意，随时会转做红色警戒。灾害地区呢比较分散，你像东边3星到西边到0点嘛，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警力的配置，务必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撤离。万荣部分大概有它的影响范围有22户91人，那凤林的部分有48户116人，那其中的话会依照依亲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万英乡公所表示，万英乡主要受影响的区域是万英村6人到8人，早起10点会开始撤离，保全户到明里国小安置，红林镇公所嘛会伫下晡4点进行疏散撤离的会议。那交通方面，公路总局已经伫个大高线、万里溪桥、事先安排防桥设施甲警戒人员，请民众注意相关灾害消息。记者综合报道。经过5年修复，这台铁集集线今仔日恢复全线通车。早起总统赖清德和交通部长陈世凯主持通车典礼，民众合点加讲，希望讲大家赶紧去遐观光，或者商机赶紧来恢复。火车自彰化离水站起行，等5年的时间，集集线的火车总算搁通车了。南投车埕车头边的店家，前一天就开始无营，望通车了后，会当带来人潮。希望越来越好。才20倍有，这就很惨。希望就是景气好，大家有饭吃啊，能恢复到以前的荣景啊。2、1，请启动。台铁集集线6月25恢复全线通车，早起包括总统赖清德、交通部长陈世凯拢有去参加通车典礼。总统致辞的时阵，嘛有讲铁基路沿线的风景真水，伊拢想要来遮住。总统嘛用台语祝福店家生意愈来愈好。我们要祝福这条铁路全线通车之后，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这一条观光支线的好朋友，无论是行东西走南北，大家趁钱拢稳当当，大家讲好无好？南投集集线自民国110冬8月，因为大水雨，直接到车埕路段停驶。民国111年，佮因为大水雨佮地冻，造成崩坑害去，自安尼全线拢停驶。经过将近5冬的分段停驶，佮修复，总算恢复通车。重回小时候的回忆，这样。对，因为之前小时候有搭过，然后暌违好多年，又再度回来。看到周围的居民，大家都很开心。我们的集集线终于全线通车了。今天6月25号，跟预计的时间提早了2个多月的时间通车。未少沿线民众佮店家，拢希望集集线会当带来人潮，佮商机，嘛希望今年歇热旅游会当带动当地的观光。另外，总统赖清德嘛表示，电中支线按算2029年通车，3年后会当来串联南投佮彰化的交通。记者杨秀南投报道。有网友就学了讲，台湾的水果若伫咧国外介绍是真贵，咱台湾人伫咧产地会当加价挂。讲到即马，往来当咧大出，去年收的介绍一斤是18块，今年却剩11块尔。农民是希望政府会当斗3工来找通路。着民间团体买几批往来送予台东的民间团体所经营的食品银行。台东县总往来面积大约380公顷，虽然只占全国3%，也毋过今年收成特别好。延平乡一位农民种8分地的金钻往来，有个会当收成4万多粒，也毋过即马每台斤的结果收买价跋到11块，比去年每台斤18块也较惨，烦恼卖不出去。想办法卖出去啊，卖不出去我们就倒霉了，不然怎么办？要丢到凤梨园。农民讲，这结果上价每台斤只有4块，根本就无够成本。好佳在有人买来做饼品，即马搁较有善心人士，为着要提供弱势家庭食着当季水果，向农民卖几啊箱的刺激果往来，关乎台东民间的幸福食物银行。平常真少收到新鲜水果的弱势家庭，今年真欢喜会当食着当季往来。通常应该会蛮惊讶的，就说怎么那么好，竟然还有可能现切的水果，或者是就是拿给他们，他们觉得说啊，或者甚至是可能就说就现场现杀给社工一起分享。台东县今年热天的各种水果丰收，也毋过量济介绍就低。
农民上烦恼的就是无销售管道。即马有人发起关乎食物银行，对农民甲弱势家庭拢有帮助。食物银行呼吁各界会当响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江建议因有研发一种设备，会当协助农民种香菇，甲这个茶壳落空，唔若安尼死哦。佫有智慧系统替农民自动转水，控制温度甲湿度。甲茶壳固定好势，利用吊伫顶头的机器来种空，连要帮茶壳点平，会当透过机器下开的链轻轻松松地当简单完成。种香菇的农民讲，过去1支2公尺的茶壳要种空，需要超过20分钟来做，即马只要2分钟地当完成。木头种的时候，我要做这个，我要打洞完毕，我要翻嘛，整个要打洞翻，那翻不起来，很重很重。那现在有了这个轮子之后，就很方便，很轻松的就这样做，不用你看一下子。大概整个流程大概1-2分钟就可以做。除了新型机器斗3工，工研院佮利用自动侦测系统，只要高平内温度超过28度，也是湿度不够的时阵，系统就会自动转水。到28度的时候，洒水设备就会开始启动。对。那洒水的部分是湿度大概在20%的时候，那我们每次喷的时间大概4分钟，间隔差不多20分钟再做一次洒水。其实尤其在山上，你又不好找到工人来帮你。在这种状况下呢，其实我们会想到就是说，做一些辅助型的工具来，让你使用你原来的工具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轻松做到你原来很难做到的事情。农民讲，做农的就是要靠体力、靠时间来趁食。即马有这套自动转水系统，加上工研院设计种空机器，利用科技斗3工，巧个省时省力，对这些人来讲，真正真有帮助。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台语金曲奖的系列报道，今仔日带观众朋友来听音乐创作者周自强的创作。伊第2底台语专辑《人造人间》，今年金曲奖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这歌词内面呢，会用唐拖来比喻咱人写出社会上无共款的残疾、生活和选择，希望会当透过音乐来呈现无共款的人生故事。啥物定坎，啥物歌。三六九顶，先天注定，地拄甲纸，好心到遐，有蜜读目涩的阮婿来食。用地拄甲纸这歌唐拖来比喻做各种无共款的人。音乐创作者周自强这首歌都合作人间，歌词写欠欠人分的狗兄阿兄，也是无论啥拢疼食到别个上级老大。周自强讲，这首歌就是在写社会的食物链，创作的来源都是身躯边看到的各种人甲社会事。伊希望透过音乐写出无共阶级角色的生活甲无奈的选择。贪7万一人做，悲欢离合5人心，就是安尼。因为我要讲的故事就是人实甲这片土地的故事。周自强的台语专辑《人造人间》用充满台湾文化意象的香火碟啊，甲金纸来设计。伊讲，这块专辑主要用歌来创题材，到未来这首歌都是在讲台湾的跋筊文化。不过，伊认为歌嘛是面对感情甲文明的一种选择，伊嘛拢甲写做歌。周自强讲，伊自细汉就对老爸学吉他、听台语歌、看本地戏，这经验甲回忆，深深影响着伊一路来音乐创作，甚至到后来，伊嘛创真侪本地戏音乐。因为我老爸就是爱唱台语的啊，正经嘛想要出唱片安尼，少年的时阵，当然伊唱的台语老歌内底嘛有足侪文言的词啊，安尼，这个语言就是足水的。周自强表示，伊唔知影台语音乐未来也可会当行偌远，不过会当结合家己的兴趣，用台语去唱无共款的故事，让世界听到这个语言的水是伊上大的愿望。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委内瑞拉历史案发生2层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因为首都卡拉卡斯呢，真侪建筑物拢倒去，上无有32个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大地震发生了后，购物中心紧急疏散，大批民众走到街路避难，不少人心情惊吓。完了地震尾过来袭，地震造成商场内商品落落来，货架倒去，亲身经过的民众收起迄当时也是心惊胆吓。Increíble, fue algo de segundos, no sé ni cuánto tiempo duró, hay cosas de tiendas que se cayeron y todo, y bueno, dándole gracias a Dios, señora, de verdad que sí. ¿En dónde estaba usted? En el piso, en el último piso, donde está la parte de la feria. Estaba allí, se cayeron varias cosas, de unos negocios se cayeron cosas. 根据委内瑞拉内政部表示，卡拉加斯有几栋建筑倒去，也是部分瓦壁落落来。发生社记者翕的画面显示，一栋可能是银行的大楼，会当讲完全倒去，只剩砖仔厝下。当局也紧急关闭部分建筑天然气供应，避免发生二次灾害。Se movió el piso, pero no, de repente todo empezó a moverse como si estuvieses en el agua, ¿sabes? Como onda, pero fue horrible, de verdad. Y todas las paredes, en la parte de las escaleras fijas, todas esas escaleras se desprendieron, se arrajó toda la pared por el piso. 天色暗落来，救援人员继续伫倒去建筑的砖仔厝下中找找，着救的家属是伫现场4月找找亲人，毋茫得到任何消息。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委内瑞拉北部沿海附近，伫当地时间拜三下昼6点04分，连续发生2件强烈地震，先是圣费利佩附近发生规模7.2的前震40秒了后，尤马雷东南方大约23公里的所在发生规模7.5的主震，离前往大约300公里的首都卡拉卡斯也受到损动。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真可能伤亡惨重，个灾害范围大，后处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尾，个有沙巴加土壤液化风险。美国海洋预警中心指出，真央是可为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有危险性的海中波。也过进前针对波多黎各加美属维京群岛发布的海中警报已经解除。除了委内瑞拉附近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感受到明显有害，部分民众有风险的撤离建筑物。到目前，官方犹原继续清查灾害甲伤亡的状况。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讲到轻度风台美克拉瓦近台湾方面接近，搁再透西南风，全台湾天气介无稳定。气象署大水雨特报增加到20县市，也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2天呢，这西半部拢要注意大水雨。车道拢即水雨是大干那像用到的，办事轻度风台美克拉离台湾较近。气象署指出，美克拉当地华联的东风外海要行往北边，佮加上方面晚间佮透西南风，全台湾天气无稳定，一寡所在较到上大雨。气象署嘛针对湘北佳人，也佮有中南部县市等地区发布雨雨特报，若各地雨水要到礼拜才会较减弱。明后2天持续是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各地呢都是容易有一些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尤其在西半部、东南部要留意局部的豪雨。那我们在午后的各地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至于到了周日，随着锋面逐渐的北移，虽然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但是降雨的状况上面跟前期相比会有比较减缓的情形。气象署是提醒讲，这2天西半部拢要注意开落这种大雨，尤其南部外山区平地的部分，较会有雨等级以上的雨。气象署嘛表示，办事伫佳人北海岸东半部含西南沿海甲马祖海涌是较悬，另外强降雨嘛较会造成积水甲淹水的状况，溪水嘛较高涨起来，提醒民众出门都要注意安全。另外，这礼拜山区的土坝含水量较悬，气象署嘛建议莫去山区活动。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佳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2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29度。不过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
了。